后来这个章来公布的米其林的餐厅，台菜只有4间来上榜，这是予美食的专家真怀疑。这政府赢钱行销台北，敢真正有选出到经典的餐厅呢？嘛来质疑评断的标准是毋是有公平？也阁有进前公布的必比登的小食面鸡仔肉汤，外界嘛质疑讲这个汤底是用罐头酱鸡仔落控的，安尼嘛会当就饭伤咸咯。 将假肉等入大鼎内面煮，这鸡仔肉汤一直滚，互人真想要食看卖。这是台北花西街夜市的小食，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肯定。因为其实这内面淋的是罐头酱鸡仔，比批评讲现在会使得奖。是见仁见智啦，因为不是说罐头就不好，是应该看它里面的成分。那小食有争议，米其林最新公布的名单内面，台菜餐厅敢若4间有一粒星。 袂少经典的老字号拢无，美食专家质疑讲，政府开这个钱找米其林来行销台北，安尼敢有效？ 那我也很担心老味道的凋零跟未来的传承，因为基本上一般做中破塞的人都不太希望他的下一代继续在承接他的工作，因为做我们讲说油抽都是比较辛苦。本土的老店一直凋零，美食专家强调讲，米其林的热度过了后，政府业者竟然应该好好反省，要安怎让这特色的老滋味继续留存落去。